大家好，期待已久嘅深圳灣萬象城2期已經喺9月30號隆重開幕。呢個商場超級大，佔地約8.7萬平方米，分為4個區域，有300間全新品牌入駐，其中120間為深圳首店。商場匯聚時尚服飾、潮流飾品、生活用品、高奢美妝、戶外用品、潮流數碼、餐飲等等，應有盡有，係一個食買玩嘅好去處。除咗同大家行商場，睇下有咩地方可以打卡，仲會教大家點樣行去海岸城，順便快速幫朋友配個眼鏡。晚餐當然要試下人氣好旺、性價比超高嘅黃繁星麵館，係上海本幫麵，有5大免費飲食，唔怪之得咁多人食。食完飯再行下戶外地方，欣賞下呢邊嘅靚夜景，人都醒神啲。由深圳灣口岸坐2個站到後海站，呢度有幾個出口都可以去到萬象城。我哋揀咗 K2，由地鐵出口直達萬象城嘅 D 區域。一入商場覺得冷氣都好夠，非常之凍。而商場中間嘅呢幾支 LED 燈柱，更係打卡影相嘅熱門之一。最近人氣好高嘅 Pop Mart 店呢度都有，呢面牆真係超靚，入面都係真實嘅公仔。立標布粉絲嚟呢度行真係啱晒，又大又多款，款款都咁得意。呢度仲有個好大嘅 Outlet 超級市場，賣嘅生果都唔平，入面啲日式飯盒都好受歡迎。超市兩邊仲有啲細檔口，有燒味、滷水飯、煲仔飯等等。行完超市，影少少鋪頭俾你哋睇下。不知不覺已經到咗中午，間餐廳出面都排晒隊。原本諗住食呢間上海菜，不過實在太多人，要排好耐隊，所以放棄咗，等夜晚先食。冇辦法啦，行返去超市入面叫咗個煲仔飯同湯。如果覺得呢邊嘅餐廳唔啱食，可以行去另一邊嘅海岸城，嗰度都有好多好嘢食。喺 Outlet 超市側邊嘅扶手電梯上到2樓。呢度全層都係運動鋪頭，見到 The North Face 側邊行出去就係天橋，沿住天橋直行就可以去到海岸城嘅空中步行街。呢度兩邊都有非常之多餐廳，直行到尾就到海岸城。因為要幫朋友配個眼鏡，個眼鏡店正喺中國聯通對面嘅商場。搭電梯上4樓，出電梯見到間按摩店，直行轉右見到另一部電梯，上8樓就到眼鏡店。呢度係我第2次嚟，相隔差唔多1年，同之前冇咩大分別，都係一樣咁光猛整潔，就係門口多咗部蔡司3為定位器，呢部機好犀利。利用9個鏡頭就可以捕捉晒面部數據，令配鏡更加精準無誤。我哋而家就朋友俾嘅度數各種參數，問下店員可唔可以配到眼鏡。即係佢唔近視散光可以的，沒問題的，冇問題㗎嘛。對，這是數據大概的，有球徑、柱徑和散光軸向，還有瞳距和瞳高。它的度數並不是很高，那麼大概300多塊就 OK 啦，就搞得定。300幾蚊啦。對，300多就搞得定。佢呢部400幾度，一個400幾，一個300幾度。如果我們即使因為它如果可能看電腦比較多，係啊，大概防藍光的鏡片就只要480塊左右。
哦，480蚊啊。对，佢其實佢呢個度數係咪1.6就1.6其實就 OK 啦。哦。如果500度以上，可能選1.67，會比較薄了。對，那這是豪雅的鏡片嘛，對吧？那如果是蔡司的價格，可能1.6的跟它是價格會差不多，大概600塊左右。哦。對，那蔡司的鏡片呢，我們也還會有贈送鏡架。哦。對，但是豪雅的是沒有贈送的。對。佢喺香港配都係配豪雅嘅。香港的會配豪雅的會比較多，但香港的可能價格會高一些。咁呢啲鏡框就全部台面呢啲就全部65折啦。全部都是65折，對。有出還有一些蔡司的鏡架，然後 Dita、IC 這些我們現在都有打折。IC Berlin 係咪啊？ IC Berlin 對。除咗台面嘅鏡架有折扣，呢度11月仲有個品牌活動月。所有新到貨嘅品牌鏡架都有驚喜折扣，然後包括還有像 Dita 這些日本手工做的，還有聲線，還有 Full9，這些也都是我們訂了很久才到貨的產品。臉型呢？面型什麼樣面型呢？差不多跟你差不多。如果是年輕男孩，其實他也可以選這種膠框，然後也可以選金屬的。金屬的有金屬的半框的嗎？他比較喜歡半框。這樣的半框。係嘅，係。都可以的。佢中意半框。對，這種也都是可以的。佢都中意啲。這種半框的這些都是鈦金屬的。都比較輕，比較耐用的。對。我呢個599跟住65折，59965折即係300多，380塊左右。380塊。經營授權，今年才剛剛開始的。今年先有嘅。對，目前全國可能都不到100家店能銷售。對，深圳這邊只有不到10家。哦。它會有針對不同的人群來匹配到，比如說普通的近視是會有的，然後漸進的就有近視有老花的，其實也會有。哦，佢都有漸進。對，然後它的可能還有特點呢，就是專門針對攝影愛好者也會有單獨的雙光型的鏡片。對，它會有針對不同，包括全視線這些都會有的。比較好。它的鏡片是用來軍用方面是用來做瞄準鏡的。所以它其實是最真實的還原視野，它不會有反光，任何的反光都沒有。除咗啱啱介紹嘅 Leica 高階鏡片，呢度仲有呢款羅登斯德鏡片，針對兩隻眼度數相差太遠或者有斜視嘅朋友，用呢款鏡片會較適合，可以減少頭暈或者眼攰嘅情況。揀咗 Heuer 鏡片，睇下總共配一副要幾多錢？如果是這支框的話，大概加一起是875。875。對，如果是這款是875。對，如果是這個的話是770塊。770蚊。對，然後呢，在這個基礎上，您還可以在美團上，用一張優惠券就可以再減掉50塊，就等於是用150買一張200元的抵用券。對，這樣子可能整體下來就是大概720塊和820塊左右。對，3天左右。那然後如果說是香港這邊您不方便過來取，我們這邊都提供順豐包郵寄給您的。可以啊，咁就呢個啦。好的。像我們選的鏡片就是豪雅1.6非球面防藍光，一起是823塊。OK， 可以微信。可以微信，會給您順豐的物流單號。有順豐嘅。對，我今天寄出，您明天就可以收得到。對。比較快的。然後之後如果有任何問題，可以隨時返回來的。我們這邊都提供1年的質保服務。1年嘅對，1年的質保的。OK，Thank you。不客氣。配完眼鏡，我哋就行返去萬象城2期。頭先只行咗啲區，而家去行埋其他區。途經見到無人機送外賣，都係第一次見，好新奇。BC 區都係以天橋連接。呢度除咗室內鋪頭，幾層樓高嘅室外鋪都多，而且都係國際一線大牌子，好多而家裝修緊，過一段時間整好咗會更加靚。得意打卡位呢度都有好多，好似呢隻大貓係唔係好可愛？行到好肚餓，嚟呢間排晒長龍嘅黃繁星麵館食飯。呢度係廣東首間標明現炒、超人氣嘅本幫麵。呢度嘅茶水任飲，
免費涼粉，仲有免費自製紫菜湯。呢餐我哋叫咗小籠包，一碟青菜，一碗大碗嘅大排蔥油拌麵，仲有非常香脆嘅糖醋燻魚。小籠包有6個，入面汁水都幾多，好鮮甜，非常好味。呢碗就係我自製嘅紫菜湯，入面加咗蝦米仔，菜脯鹹鹹地幾好飲。呢碗涼粉有椰果、提子乾、山楂、米釀，最後加埋黑糖汁，甜甜地又有啲酒味，唔錯。呢碟糖醋燻魚賣相雖然有啲黑，但食落去好香脆，連骨都食埋，真係現炸先有呢啲口感。最後呢碗大排蔥油拌麵，份量真係好足，麵多豬扒大，成隻我手掌大，仲諗緊咁大嚿點食，點解唔切細啲先上台？但用筷子同匙羹夾一夾，好快就斷，非常腍，老人家都可以輕鬆食到。呢餐2個人食咗72蚊，真係超飽，個碗麵都食唔晒，完全唔使續麵，非常抵食。有嚟呢度一定要試下。而家食完飯繼續行商場，今日一日都喺度行，其實都幾攰，不過食飽飽當做下運動。帶大家睇埋 BC 區少少室內嘅鋪頭，同埋呢度嘅夜景真係好靚，行咗成日都行唔晒，下次有機會再過嚟。而家俾你哋靜靜咁欣賞下有咩靚鋪同靚景。